我用紅棗、栗子、肉桂棒嚟到炆雞翼，做咗個香甜美味、暖身補血氣嘅冬日菜式。200g 栗子仁加500ml 滾水同埋半茶匙鹽，大火煮20分鐘之後備用。大火熱鑊以下2湯匙油，油熱500g 雞翼，面面煎至金黃，約3分鐘。15g 蒜片、15g 薑片、10粒無核小紅棗、栗子仁、2片月桂葉、2個大八角、1條肉桂棒、3g 丁香、3g 草果、20g 冰糖、栗子水、2湯匙蠔油、2湯匙生抽、半湯匙老抽、半湯匙鎮江醋，攪勻，轉細火，蓋好煮10分鐘，中途翻動，轉大火，攪勻2湯匙清水同埋1湯匙生粉，加入鑊裏邊，攪動一下，大火煮2分鐘，攪勻就做好啦。